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高雄的小港区有一台白色的修理车，被铁架啊包围，就地封印，完全无法度把车驶出去。到底是啥物情形呢？原来这台车刚转离的2间客家的门口。 厝主要来装潢，出入口就互这台车炸掉咧。而且这个车一个停就停3、4天拢无来刷车。这个厝主去鬼去踩这个铁架啊，把车围起来。不过警方到场是要求厝主把铁架啊拆掉，因为铁架的这个停车的所在唔是红线，只会当看到，无法度开单。 白色轮车却因价包围调回，规台车袂点袂动，到底是安怎会防创敌？我要时间啊，我礼拜有甲叫警察嘛甲告知啊，伊就嘛是无爱耍。代志发生所在就伫咧高雄小港，民众拢伫咧讨论这件代志。经过了解，才知影原来是车主停的所在是这2户住户徛喺门口，一个停就是3、4天。 厝主讲，因兜要装潢，感觉出入真无方便，请车主来刷车，刷一直无来刷。我车也歹出去吧，我进来一架车喺屋里啊，因为我头头摆拢无在调那个啦。讲不定啊，又没有法规啊，那我要怎么办？那每天这样挡在人家站门口的话，我觉得他是这个车主太超过了。来看这台白色车踩所在并不是红线，袂当以违反道交处罚条例解开单。 该不幸车主表示无违规，并未影响住户车出入不移车，因该处并未画设红线，尚不能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自单举发。不过，住户认为处理口防阻挡，去甲大营价已经有犯法的记录。屋主架设衣架占用道路未申请。 依据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82条第1项第3款自单举发。警察嘛提醒，厝主若是拄到小伤情形，就算看袂出，上好也是报警处理，较袂犯法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